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时阵社会新闻看到有的人无脚踏实地，专咧想一寡有空无顺的，若无心内拢全诡计想要害人，安尼是袂成功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做鬼，鬼计鬼，读各位鬼第二条。台语字典解说鬼就是奸诈意思，咱讲奸鬼。另外讲一个人真奸诈、真奸巧，嘛会当讲是鬼客。这日文音读做鬼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读做奸鬼，意思是讲一个人足奸诈、足搞怪、真奸险，心无正爱害人。第二个词读做诡计，就是用奸诈的计谋，嘛当讲是奸计恶计。假使讲一个人若是心肝内拢专想一寡要害人的计谋，咱讲伊是诡计多端。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诈骗集团的人实在是诡计变现啊！明明就爱用家己的能力来赚钱，煞好好头路唔做，专咧想一寡诡计来骗人，结果要害人，煞去害到家己，将其尾就是要警察抓去关，食免钱饭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鬼，另外还有一个音读做鬼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